大家哦，你们有没有很想念我呢？这个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千寻，一起来敬拜赞美吧。谢谢千寻，还有我们的陈红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做这么有趣的敬拜。雅茹传道每次看完都觉得好好玩哦，很感谢每个同学每周都那么努力的在镜头前面要带大家一起来唱诗歌敬拜神，这是最近看到每个人的努力，觉得非常感谢的事情。说到感谢的事情啊，你们最近呢有没有发现每一天的下午都会开始下大雨呢？你们喜欢下大雨的时光吗？雅茹传道呢，每次下大雨的时候，听到雨声很大，就觉得好舒服哦，好想睡觉，想到就觉得很放松。那不知道各位同学是喜欢下雨天呢，还是会觉得湿哒哒的很麻烦？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台湾正在面临没有水、缺水的一个情况哦。去年4月多到5月底的时候，台湾各地都在限水，就连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也都很努力的为台湾这块土地祷告，恳求上帝让我们节约用水，然后也给我们足够的雨水来面对干旱的情况。而到去年6月多的时候，终于在梅雨季的时候一连降了好几天大雨，就像我们今年这样一样。所以每次下午下起大雨的时候，我就想到感谢上帝让我们所生活的土地能够有饱满的雨水，每次喝水的时候就感谢上帝让我们有干净的水源。今天雅茹传道要来分享的故事呢，其实就是跟水有关的故事哦。你们知道吗？在60几年前，民国4、50年的时候呢，有些地区要喝到干净的饮用水，可是难上加难呢。今天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个跟一杯水有关的故事。
亨德教授每天早上指导学生上劳作课前，都会先喝一杯水，一杯干净的水，看来没什么特别，不是吗？但是在校园之外就不是这样了。东海大学再上去是大肚山顶，那里的村落散布在笔直的棱线两侧，山上缺少水源，因为地形的关系，也不容易积聚雨水。亨德教授总是看到农夫们赶着装了大木桶的牛车，到校门口外污浊的水渠取水。亨德教授好奇地跟着他们走上山顶，看着他们把水倒进村子里唯一的蓄水池。全村子的人洗澡、种田、养牲畜，都靠这些水。水池上有鸭子游泳，牛、猪、鸡、狗都在旁边喝水，大小便也直接流进水里。天气热的时候，小孩子也会跳下去玩水。亨德教授很惊讶，这水还真是浑浊啊！村长带亨德教授去看村民用来喝水的井，他们排队准备取水。村长问排在最前面的人，可不可以先让他取桶水，好回家烧开水给客人喝。队伍中传来一个老妇人疲惫的声音，抗议说：不行，我也等了好久，家里的孙子还在等我提水回去做饭给他们吃。亨德教授听了，觉得很不好意思。终于等到村长取到水，他殷勤地煮水招待客人，但这水有一股怪味道，而且又苦又涩，实在很难喝。亨德教授还是忍住把它喝完。日头渐渐下山，外面传来阵阵锣鼓声。村长招呼亨德教授一起去看戏。看什么戏？亨德教授好奇地问。是蚊子戏。村长说，村子里蚊子多，每年总要演一出戏给他们看，贿赂蚊子们不要来咬村民。亨德教授心想，把环境打扫干净才是赶走蚊子最好的方法呀。喝一杯干净的水，打开水龙头就有了。这在像东海这样干净整洁的环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要怎样做才可以让我们山上的邻居们也过着一样的生活？看着正在上劳作课、打扫校园的学生，亨德教授心中一直盘算着。当亨德教授对他指导的学生们说，应该为我们的邻居做点什么时，学生的反应是：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一路从东海校园扫到围墙外，往上扫，扫到山上去。亨德教授听完，开心地笑了。这些大孩子们不只跟着亨德教授到大肚山顶的村子打扫环境，还越做越多。他们有人负责搭猪舍、盖排水沟，有些人帮忙清运废土和垃圾。一开始，村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只是在旁边观望。天黑了，这些大孩子没有马上回去，还在本来演蚊子戏的庙前广场播放环境卫生、预防疾病的影片给村民们看。有一名学生大声讲解：只要打扫干净，就没有蚊虫；饮水干净，就没有寄生虫；
皮肤也不会痒痒的，要东抓西抓。环境改善了，鸡、鸭、猪、牛都可以养得肥肥壮壮，卖到好价钱。小孩子可以健康长大，老人可以长寿，大家的日子也会更好过。村民们听了，都一直点头。渐渐的，村民们愿意和东海的学生们一起打扫，最后他们全部自己来，村子变干净了。但是最根本的水源问题要怎么解决呢？这一次，东海大学的教授和建筑系的学生也来帮忙，大家一起想出一套简易接引自来水的方法。他们用亨德教授捐出来的退休金，还有村民一起募集的钱，在大肚山脚下凿一口水井，有抽水机把水送到山上，然后用水管接到每一户家里。哇，有水了！现在大肚山上的居民和亨德教授东海的师生一样，都可以享用干净的水了。亨德教授微笑说：感谢上帝，这下我可以安心退休了。各位同学，听完了亨德教授的故事，有没有觉得原来一杯水也可以这么的不简单呢？同样都是在喝一杯水，然而亨德教授却能够从一杯水当中来看到其他人的需要，进而改善了大肚山上4个村庄的居民的生活环境，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当初亨德教授要建这个简易的自来水系统花了多少钱吗？他自己把他毕生的退休金都奉献出来，在民国40、50年的时候，捐了60万元来搭建这个系统。60万元换算到我们现在的价钱，相当于好几千万的退休金呢。他把他这些退休金全都给这块土地来建造这个自来水系统，有没有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呢？亨德教授他怎么这么厉害啊？怎么这么愿意牺牲奉献啊？其实当雅茹传道在预备亨德教授的故事的时候，我读到原来他从小在美国的时候被耶稣的爱感动，就下定决心要跟随耶稣来到亚洲宣教传福音。他是读农学硕士的，所以他对农业的环境或是一些病虫害他是非常专业的哦。接着就来到台湾，亨德教授带着耶稣基督的爱，除了帮助大肚山上的居民来建造自来水系统之外，他还做了另外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他防止了台湾的牛瘟扩散。什么是牛瘟呢？它就是牛只身上会出现的一种传染病，会导致牛死亡。在民国30、40年的时候，牛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不管是耕田，不管是交通运输，不管是载货物，这些都需要靠牛来完成。如果台湾的很多牛都得到瘟疫死掉的话，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倒退好几年呢，因为就代表我们没有饭可以吃，没有物资可以拿，因为没有办法运送，甚至我们没有办法走更远的路去彼此帮助，医疗各样的东西都会瘫痪。亨德教授他因为有农学的专业，带着他的团队到各个养牛的地方，努力的清洁、消毒、打预防针，并且做瘟疫防治的教育。很快的，
台湾的牛瘟就被控制下来。这都要归功于这些愿意牺牲奉献的人，他们日以继夜、辛勤的来帮助台湾这些土地上的人们。从亨德教授身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借着像亨德教授这样子被他感动的人，来爱台湾这块土地。或许在50-60年前，台湾还是一个非常落后、鸟不生蛋，而且有非常多疾病死亡的地方。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放弃过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借着亨德教授，借着我们之前看到过的许多的人物，用他们一生的生命在照顾台湾人，在爱台湾人，让我们一步步的能够享有现在这样子有品质、这样子好的生活。不知道各位同学一次一次的听到这些故事，也没有深深的感受到上帝是这么的关心你我的需要呢？我最喜欢亨德教授他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一所大学假如对他四周的社会和环境毫不关心的话，这所大学将失去它存在的价值。各位同学，虽然我们现在都还只是学生，然而从亨德教授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学生也可以做很伟大的事情哦。上帝把那么大的爱，能够改变环境的爱，借着这许多的宣教士放在台湾，让我们现在可以一步步的享受更美好的生活。愿这样子的爱激励我们，也能够把自己所有的爱分享出去，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会成为我们生命中很快乐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台湾过去还很落后，还很多死亡疾病的时候，你就看见这块土地上的人。主耶稣，你就差遣这些愿意顺服你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好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疾病、我们的苦难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改善。亲爱的父，从这些生命的榜样中，我们看见你的爱是这么的深，是这么的广。恳求你把这样子伟大的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叫我们看到这样的爱的时候，愿意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也有从你那里而来的平安，还有快乐，甚至能够和他人一起喜乐，这是属于你的美好。愿你把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谢谢你，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借着亨德教授，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爱，我们也用微薄的金钱来回应这样子的爱。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等，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一起祷告咯。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每天都这么爱我们。我们恳求你赐给富强教会每一个小朋友，还有第一次来到线上聚会的小朋友们，都有刚强的灵，常常记得你的话语，帮助他们每一天面对课业压力的时候，还有跟同学相处的时候，都知道你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刚强壮胆，
胜过恶者的欺骗跟攻击。小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